大家好，呢個時間係2:18。點解咁早出片呢？因為有嘢搞啊，遲啲即係晏一啲嘢，所以出咗片先，唔好心掛掛。咁咧，聽晚就係9場啦。聽晚法律谷9場，頭場開拍時間就係6:8，6:40。今一次 Richard 想玩一條混合過關，係混合過關嚟㗎，4選11。咁啊頭3場咧，即係1、2、3場咧，就係揀一匹馬買佢嘅位置，即係當係馬膽咁樣，因為太過早啦嚇，即係呢個時候。咁咧就第4場咧就買一條勁啦，就係未試過嘅2重彩單色。首先第一場就係5班啦，5班1650米。咁啊 Richard 咧預期第一場咧就係第一場係有4匹馬6倍嘅，就係1號馬特風、2號龍澤飛駒、4號威威父子同埋10號朗日雪風，都係預期佢哋係6倍嘅。咁而家咧馬特風11倍，即係冷咗好多。咁啊龍澤飛駒咧就4.7喎，就熱咗啲。咁啊仲有威威父子咧就8.4，冷咗。咁啊朗日雪風咧而家咧就係7倍。咁不過呢一場咧大熱門，即係而家嘅大熱門咧，就唔係我預期嗰4匹馬，而係一匹叫做7號傳承者係大熱。傳承者我係預期佢20倍嘅，20倍。咁啊而家咧佢就係4.4大熱門。咁我買即係我揀邊匹做位置過關嘅馬啦，就係11號着領先。因為着領先有2個理由我要揾佢嘅。第一，佢有賠率異動啦，即係同埋傳承者一樣，傳承者就好離譜啊！即係而家係大熱門啊，4.4。咁啊着領先就好啲。咁我預期佢50倍嘅，而家佢就11倍。咁咧初咧我就係想買一條位置 Q 嘅，就係2搭11。不過我諗下唔好啦，因為時間太過早，不如聽日先啦，聽日先。咁一隻就係呢一隻。咁啊就第2場咧就係4班1200米。咁咧呢一場有3匹馬，我係預期佢哋5倍嘅，就係1號跑得好快，4號的愛好，同埋11號。11號係城中勇士，係啦，城中勇士而家跑得好快咧。呢3匹馬咧，我都係預期佢哋5倍嘅，即係1、4、11。而家1號咧就5.7，預期之中喎。4號咧就係5.6，即係個獨贏啊！咁咧大熱門呢一場咧就比較好一啲啦，就係11號城中勇士係4.1，位置都大熱門啊佢1.6係呢個時間而家呢個時間已經係2:23啦，2:23嘅時候。咁咧我揀邊一匹咧？我就係揀我本來預期佢10倍嘅。5號嘅納德金而家咧就係7.7獨贏，位置咧就2.4。我揀咗個馬匹就係納德金5號。好啦，第3場我預期佢有3匹馬都係5倍，同第2場一樣，就係4班1800米。咁預期佢5倍嘅馬咧。咁我撳過去啦。因為咧
都論盡去撳過去，乜唔變嘅？到咗。預期佢5倍嘅馬係2號香港神駒，7號風起雲湧，11號大象。咁而家咧香港神駒係3.9喎，風起雲湧係3.7係大熱門。咁而家咧大象咧就6.6，咁咧我匹買佢位置啦，位置咧就3匹都唔係啊，即係都唔係你3匹，而係3號掌聲。掌聲咧，我預期佢20倍嘅，而家咧佢就係15倍。我點解要揾呢匹馬咧？因為我對呢匹馬情有獨鍾，講晒咁樣，就希望佢可以跑入3甲啦，即係跑入三甲就當贏噶啦。OK， 到第4場啦，緊要啦！第4場就係4班1200米，呢一場有3匹馬，我都係預期佢哋又係5倍嘅，咁就係2號電玩精英、5號人和嘉誠，同埋10號飛王。呢個時候呢一場呢個時候係2點25分啊！獨贏嘅總投注額咧得158,482蚊。咁而家咧呢3匹5倍啊，即係我預期佢5倍嘅馬咧就係電玩精英係6.4，即係冷少少，冷咗少少。人和嘉誠就冷得緊要啦，就係人和嘉誠係16倍。咁啊，仲有飛王，哇！呢匹馬緊要啦。而家飛王係1.3啊，大佬，位置係1.0啊。喂，呢匹馬未贏過嘅喎。Richard 服啦，服咗啲大熱門啊。係啊，而家一改常態，呢一場咧就想買翻條2重彩單色。就係10號飛王行第一行爆，因為佢啲飛好勁啊，真係好勁。而家1.3咋，哇！獨贏都唔係位置喎，1.3係獨贏喎。咁啊，就算位置我都冇癮啦。咁啊，冇辦法，之後買翻條2重彩。咁啊拖，梗係唔係拖啲熱門啦。我就係比較歡喜匹9號越進知己，因為點解咧？越進知己我就預期佢50倍嘅，50倍嘅，而家咧佢就23倍咁樣。好啦，祝大家好運，各位啊！呢個時間係2點47分。咁剛才我落飛嘅時候咧，過關嗰度咧係冇2重彩同單 T 嘅選項，咁樣，所以我咧就退而求其次啦，買翻條位置 Q 咯。第4場就係9搭10咁樣。OK，多謝晒。